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头一摆派回官方的访问团来咱台湾访问。昨下晡已经到台湾，这团访问团是由拜登的好朋友兼参议员陶德，佮有2个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甲史坦伯格所组成的。咱外交部长吴钊燮，还有 AIT 的处长都有去机场迎接。访问团按算今日早起10点，两米就要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外交部长吴钊燮、AIT 处长雷英杰同齐前往接机，美国前参议员陶德带领2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甲史坦伯格同齐访台，则是下昼坐湾流专机来到松山机场。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访台小发团。陶德更加是和拜登叫做是上好朋友，此行除了表达对台湾的长期友谊，也是要祝贺台湾关系法42周年。我们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他专程的指派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欢迎。这也是由拜登总统专程派遣来台湾的资深的访问团，要传达美方对台湾坚定的友谊和支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访团比照外交专案模式，伫机场采检，佮全程团进团出，甲一般民众无同。访团的成员除了陶德，也有阿米塔吉甲史坦伯格2位老板访问过台湾，更加是台湾的长期朋友。这摆虽然不是官方访团，也毋过有计会透过这个管道，甲拜登交换重要信息，甲讨论中国最近的武力威胁。一方面大概也跟台湾打打气吧，另外一方面大概也有一些话要带到。所以这次他派来的人，他又讲是非官方的，反映出拜登多年来对处理两岸问题，他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总统府也对此表示欢迎。蔡总统有计将伫15早起10点伫总统府接见访问团，搁伫当日暗伫官舍设宴接待。毋望双方下当就深化台美各层级甲各领域的合作议题上，深入交换意见，继续强化台美关系的稳健发展，也显示台美关系坚固友谊。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总统拜登嘛宣布，驻阿富汗的美军对5月份要开始撤离，会伫911恐怖攻击满20周年进前完成撤军。阿富汗的总统甘尼表示尊重。美国总统拜登到阿灵顿国家公布，向20年来伫阿富汗战场殉职的将士致意。拜登安排这座行程，是替家己进前伫咧北疆的阿富汗撤军决定加强决心，结束这场美国拍上久的战争。By what means and how long would it take to achieve them, if they could be achieved at all? And at what additional cost in lives and treasure? I've not heard any goo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nd if you can't answer them,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stay. 美国伫咧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是源自2001年盖达组织发动的911攻击事件，造成要到3000人死亡。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小布希伫国际盟友的支持下所执行的行动，总共开2条5000亿美金，损失3500几名帮士兵性命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史上拍上久的战争。拜登讲要撤军，并且警告塔利班，若是美军撤离期间发动攻击，会采取行动回应。I'm now the 4th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o preside over American troop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2 Republicans, 2 Democrats. I will not pass this responsibility on to a 5th.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阿富汗总统甘尼伫咧推特大文讲，对美军要撤离表示尊重。这段期间会继续甲美国一个北约盟友砥砺和平的进程。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了后甲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对话表示，会最近完成撤军。目前驻阿富汗的美军约有2500人，非美军部队大约7000人，主要是来自北约成员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早暗较凉，嘛会落地渐雨。咱做伙来看云图。
今日甲明仔载2天透东北季风，伫北部、东北部早暗会较凉，低温大约是16度至18度，日时温度会小可回升，高温有25度左右。若中南部无啥影响，高温还阁有30度以上。今日因为有华南的中间分系会经过台湾，所以伫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会落地暂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多云。若拜六水气就减少。若昨形成的风台苏力基拍算会继续增强，有机会会变做强台，但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嘛无法度解除咱台湾的可慌。即阵咱水库欠水，水利署是把握这2天有落雨的机会，昨已经伫仁义潭詹文水库吹雨，另外桃园上济水鼻啊，为着要减轻石门水库的压力，桃园市政府嘛用净水设备净化水鼻的水源。曾文水库这边的云层这边有适合做一些人工增雨的作业，所以我们也在1点半的时候，我们有释放验剂，然后来跟老天多要点水。水位继续下降，石门水库抽水率无到30%，詹文水库更加惨，无到12%。各地水库拢希望天公伯爷赶紧落雨。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14到16的水气是较多，第2波是偏较大冷，有估是18到20这几天。这一波冷空气呢，跟下一波冷空气对中南部影响都比较偏小，而且天气上面来讲稳定的情况之下，对水情的舒缓，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几率小一些哦。水利署表示，看云系移动抑个发展的状况，及时来进行净雨的作业，绝对袂放过任何一个落雨的机会。如果地方政府也想尽办法要来增加水源，改善这个困化情形。桃园市政府也协调军方利用机动成员的净水设备车来净化水池的水源，每天会使产出至少200吨的水源来供应民生甲工业的用水。记者宋合报道。若无效水库集水区内底大批批，个日月潭大德湖入水口嘛咧发臭。目前中部已经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伊会伫台中市会当抽地下水，要来对抗酷寒。为空中看南投仁爱塔罗湾溪溪底敢若剩细江水，看起来都敢若沙煲共款。空翕机向前一直飞，敢若伫大坝头前有翕到水，欠水欠到这种的程度，互学者嘛感觉真意外。大概有70%左右的原来应该是有积水的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都没有水了。丰工大厦进行山林探勘，不过欠水严重，为天顶拢看现现。伫日月潭的大德湖进水口，即马煞变做规片的草坡，佮加上拍打起的地面甲靠浅的船啊，凄凉的感受吸引不少民众来翕相。看到有点吓一跳，结果实际来看比看到影像还严重很多。经过水利署观测的资料，截至14下晡，雾社甲日月潭水库有效抽水量分别敢若剩15%至33.8%。水利署讲，民生用水可望冻到5月底，不过欠水严重是一个事实。除了能够满足5月底前的这样的一个供水以外，那还能保有1个月的水量到6月。我们会在台中这个寻找合适的这个地下水来开相关的水井。除了启动更加严的控限2.0计划，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除了盘点各地水资源调度，目前中部地区公务停日机制也未拍算升级。若针对台中地区决定开挖水井来营运，台中市政府证实已经有接到申请，拍算要伫2位来开挖。我在中央公园那边，也有在丰原这边，不是只有找一口而已。对，他们会依照他们相关的这个资料看多少距离要找。台中市水利局表示，台中市就这个地质塌落去的风险比较较低，但是嘛爱伫非管制区才当核准。另外嘛，盘点65位建筑工地提供地下水，6位水资源中心，每天差不多有10.6万吨再生水，尽量满足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介详细，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南部科学园区科技南科2厂新起的工程，昨中昼施工的时无细致，误断台电地下电缆，造成台积电、南科14厂3号化工失电，大约有10间厂商电压降低。台电有赶紧去抢修，伫尾暗5点外恢复。专家讲，这摆跳电，台积电损失大约10亿。来看自由时报，
云林北港南洋国小的营养午餐，昨昏学校替学生囡仔加菜，食挂包、食卤排骨，还有凉虾。学校讲，因为国内第一季的菜价偏去年同期较俗，学校甲北港国中同齐买量较大价小麦当压较低，有量上钱，就替学生囡仔加菜，食一顿较青草的。因为最近的凉虾价小嘛有较俗。来看《苹果日报》，在美国印第安人讲球的台湾野球选手张玉成，因为传球失误害球队输去，然后呢，就真侪人去伊的网络留话给伊，有人搁写歹听话牵涉种族歧视。张玉成嘛伫网络回应讲：我接受任何批评，大家拢有言论自由，也毋过伊无接受种族歧视的言论。多谢大家。伊的回应嘛受美国媒体的侮辱甲报道。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美国扩大驻预防针的对象，开放到第4类，就是外交人员，也有公务员要出国拢会使注射，也有代表咱国家运动员嘛会使注。另外，对21开始后礼拜要开放1万人，互民众自费去注射。若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即嘛宣布讲，回国了后的防疫措施会当放零。国内新冠 AZ 疫苗开始注3礼拜，总计到13，全台只有27113人完成注射。为了冲击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进一步宣布，对即日起开放第4类的对象来注射，包含外交也是公务出国人员、代表国家出国运动员、选手等，拢纳入公费的对象，有5000人应注。因公比如说奥运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需要，人数也不多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起就开放到第4类。另外，为了降低民众出国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对4月21日下礼拜3开始开放1万剂新冠疫苗，予民众自费来注射，包含商务、出国工作、留学就医者领导考虑的人，应到全台湾31间设有旅游医学问诊的专职病院注射，才有约制。无用经疫苗抢牌，民众必须家己付病院的挂号，也有检查费、注射费，不过免收疫苗的成本费用。在医学中心，我们收费，现在都只收费的上限，收费的上限，医学中心是600，然后区域医院是550，然后地区医院是500。另外，国际航空机组组员回国了后的检疫做法也做调整，对15拜四开始，当天的航班入境旅游疫情是第3级地区的特殊检疫缩短是3天，结束迄天核酸检疫阴性，加上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第程航班、当班来回而且无入境疫情第3级地区的人，14天自主健康管理就用的。若是机组员完整注射2剂疫苗2礼拜了后，回国检疫做法会佫调整。当程航班的人实施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结束当天的检验通过就解除。第程航班呢是免除自主的健康管理。因为现在看到航空公司的管理，然后跟外站整个，这报告看起来都有落实在做，所以回到原来是3天的居家检疫。而外界所关心的代表旅游泡泡，对即日起旅客对别流回国了后，检疫放宽做14天一般的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旅客依然必须在回国第5天完成 PCR 检验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9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67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5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超过1380万例，巴西是超过135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3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21万例。镜头来美国的交生预防社注射嘛传出有6个人出现脱过路的状况，其中有1个人死亡。所以美国的卫生单位已经伫拜日时宣布讲，建议先慢请注交生的预防社。美国联邦卫生单位当地时间礼拜2做出重大宣布，因为6个女性注交生疫苗了后出现真罕见的脱血菌，疾病管制中心 CDC 加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3发出共同声明，建议1万注已经有将近700万人注过的交生疫苗。Yes. Don't have the Johnson & Johnson today. That's good. That's good? You didn't want the Johnson & Johnson? I didn't want the Johnson. I look at a number like
6 and 6.8 million, and that's less than 1 in a million. 联邦卫生单位指出，目前有6个18至48岁女性自交生疫苗了后，6至13天内出现严重头痛、腹肚痛、喘气真急，也甲罕见脱血筋，其中1人死亡，1人有性命危险。CDC 甲 FDA 会进一步调查，查清楚因果关系。随上交生出现脱血筋的案例，甲古丁大学和阿斯特捷利康研发的 AZ 疫苗所产生副作用有真共的所在，后面当密切地注意。交生是宣布延后送去欧盟国家。另外，已经做过29万剂交生疫苗的南非也当作法庭。Hopefully, this will be a short pause. The numbers are low, and quite frankly, it would be a tremendous loss to the world, forgetting jus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ere to lose both the J&J and AstraZeneca vaccine. 虽然暂时减一疫苗通知，美国总统拜登也是表示，国内的辉瑞加莫德纳疫苗也有够用，民众会当放心。欧美是为疫苗的副作用伫伤脑筋，而非洲是烦恼当地达到99%的疫苗外口进口，未来恐惊会出问题。In ensuring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andemic, we must strengthen our ability. 非洲联盟领导人礼拜2召开会议，强调爱增强疫苗家己做的能力。20年来，爱生产6成所需要疫苗，将进口量降到40%。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呼吁生技公司放领专利权的限制，授权予中低收入国家一旦合法生产，弥补好业甲散车所造成买疫苗的差别。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那交生的预防车，即马 AZ 预防车嘛是也有疑虑。但美即马宣布讲，因要全面停止做 AZ 的预防车，嘛将做全世界头一个禁止使用 AZ 预防车的国家。目前丹麦有要挖100万人做好头一档，做 AZ 预防车的比例大约是15%。有2例出现严重脱血路的案例，其中有1个人死亡。丹麦第3月中就已经暂停做 AZ 预防车，即马是进一步宣布要全面停止做这排的预防车，将做全世界头一个禁止使用 AZ 预防车的国家。也毋过这袂影响因继续推动做预防车的计划。将在北京，人甲动物拢会互相喂来喂去。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呼吁各国要定出更较严格的标准，禁止伫市场内卖各种活的动物，避免疫情摊开，也是出现新的传染病。70% of all viruses and pathogens come from the animal world. 世卫组织 WHO 甲国际体育协会 OIE。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长组织伫联名发表的通告中指出，经过研究发现，动物活体的美味甲dengue共同传染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联。这个70%的病毒甲病原体有不少是以前毋捌看过的新型病毒，自2019年底探到当的新型冠状病毒，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Mos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their origin in wild animals. And suspending unsafe sale of live mammals for food will reduce the chances of a virus spillover in the future. 世卫组织等机构的专家指出，不少国家民众的食物来源是靠传统市场买卖活体动物，为中国500省武汉的华南海产大卖市场产业发现，当地真可能就是这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源头，也是至少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所在。所以初期的确诊患者集中伫当地店主、市场员工，也有上客身上。通告中指出，若果无法度禁止活体动物的买卖，各国政府至少需要严格要求传统市场改善卫生条件，负责屠宰动物的场所，也爱甲一般民众隔开，尽量降低病毒传染的机会。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中英海军大只货轮中苏轮进前调伫苏伊士运河。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拍算提出10亿美金的赔偿。埃及法院即马已经扣押货轮，无交钱就无要放船。另外，进前因为脱船，嘛造成空气污染，苏伊士运河当地二氧化硫的污染加5倍。由中英海运乘组的中苏轮3月期间伫埃及苏伊士运河靠达挖1礼拜，目前犹原停伫运河中段的大口湖。路透社报道，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已经对船公司正用弃船，提出9亿外美金的赔偿金，大约代表260亿。无具名消息来源保护路透社。埃及法院已经对中苏轮发布扣押令，船公司付完赔偿金，加准放行。ايا كان
ربان السفينة ده بقى قانون بحري يعني. ربان السفينة هو المسؤول، سواء مرشد فيه مرشد أو ما فيش مرشد، لأن المرشد خلاص مجرد إن هو طلع على المركب بقى جزء من تبع السفينة. قواعد التحقيقات أساسا يعني حتى كمان فايدتها إيه؟ إن بنطلع بدروس مستفادة بحيث إن الحادثة دي ما تكررش بعد كده.正用气准针对管理部护理校园优美，13正是运河管理局向公司要求赔偿，而且张主任也还未批准会当离开，严格无讲更较侪细节。顶日苏云市运河管理局主席李碧特别向埃及媒体表示，运河方承受真大的精神损失，当然也有运费损失甲抢救作业的成本。路透社引用消息指出，相关调查报告有计伫这礼拜出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正用气准也向有会无伫张主任的客户要求分担部分放行船只所需要的费用。张主任徛伫苏云市运河6港，至少有350只船等待通过。太船的现象，唔但使航运物流大乱，也造成环境污染。BBC 报道，运河靠地中海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就安尼提悬到正常值的5倍。因为这船虽然将主引擎关掉，也毋过辅助动力装置甲顶路油源继续运转，烧燃料产生二氧化硫等副产品。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进前杨树伦扩大影响全世界海运，对咱台湾送去美国的粉圆，即马嘛掉伫货柜。风声讲美国真侪所在，即马已经无珍珠奶茶通好卖。来关心乌克兰甲俄罗斯边境的局势紧张，双方伫昨昏拢有举行军事演习。风声俄罗斯已经集合11万人的部队，北约即马是赶紧开会来讨论。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28就职满100天，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邀请拜登去国会发表上任以来头一摆演说。来关心有风声讲中国拍算要甲咱的太平岛摕去注册，加做中国的商标。也毋过法律专家是表示，地名、国名也是道士的名，拢是公共财，摕去注册是无路用的。颠倒是陆委会讲的较有影，伊讲中国是想要制造太平岛是因的管区这款错误的概念。南沙的太平岛是咱国的领土，离台湾本土有1600公里远，最近成为外界关心的焦点。中国伫南海军事动作不断，演练模拟夺岛，互东沙岛、太平岛的防务当着考验。若是安尼，中国为2014年开始，就将南海真侪岛屿注册做中国商标，就令太平岛也互三沙市永庆事务管理局申请注册。2015年通过初审，不过法律专家讲，安尼无法律意义。说使用台北市就要跟你买商标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太平岛也好，或者是说东沙、南沙等等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岛屿的名称，被中国大陆做注册登记，那一个动作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动作，那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动作。中国想要将太平岛的商标占去，专利权范围包含木材、石料、红毛土、泰鲁、点啊加遮。不过林天辉表示，若是地名、国名、岛名拢是属有公共财，登记伫法律上的地位是无效的。中国安尼做是想要证明对太平岛有效管辖，用铁过来宣传加强内部政权。刘委会讲，咱国有太平岛主权，唔免怀疑。将我地理名称跟它的商品产生连结，使人产生错误的联想，塑造太平岛为其管辖这个假象，这个也与国际规范这是不符合那所以这些都不会改变太平岛是我们国家的事实啦。刘委会表示，中国故意制造太平岛是伊所管辖的气氛，无符合到甲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搁较未改变太平岛是咱国领土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海巡署金门华巡队拜日下晡伫金陵乡发现7粒未爆弹，随封锁现场关切出击，嘛通报军方赶紧去处理。在未爆弹处理小组到场后，解释发现的7枚未爆弹分别为57炮弹残体1枚、60破炮弹残体1枚，以及 M2A4 地雷残体5枚。在解释后，已将7枚未爆弹残体全数带回处置。这是海巡在巡沙埔海岸线时，伫金陵乡发现7粒未爆弹，为着避免民众去夹着，随封锁现场关切出击，嘛通报军方赶紧去处理。另外嘛派人在附近找找，看敢阁有未爆弹，目前并无阁发现。
来关心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讲，2年后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这是虽引起附近的国家强烈抗议。咱政府嘛讲会扩大监测海域，拿准渔业海产受核废水的污染，嘛协助咱渔民去向日本争取补偿。另外，原能会甲海委会嘛讲要开1亿，伫福岛核废水排出进前完成辐射监测甲安全评估才计划。日本决定要伫2年后将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氚垃圾水透薄了后排入大海。新北市贡寮区渔会表达坚决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代表全国所有渔民朋友坚决的反对，反对核氚那废水排放。下晡，农委会、原能会、海委会举行记者会，指出核能垃圾水排放的后续影响也唔知，按过评估相关海域作业的渔种，包括着鳝肉、白带鱼这物种，产值差不多140亿。将来若是造成影响，会协助渔民争取补偿。只要受影响，那我们绝对会来帮渔民争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为了这件代志，相关单位要扩大海域监测，增加到95位，建立背景资料。原能会甲海委会要用1亿2800万，伫1年半以来完成海域放射物质环境监测甲安全评估的整备计划。我们去做即时的那个浮标的一个自动的侦测的系统，就是我们随时都知道在我们临近海域上面的那现在的污染的情况。日本排放核能垃圾水落海决定，虽然邻国表达关切甲遗憾，不过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支持，强调会随时支援日本。Controlled water discharges into the sea are routinely used by operational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y are done under firm regulatory control based on strict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厂每天生产100吨的垃圾水，存量差不多124万立方公尺。农委会强调，目前也未排放，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紧张，冲击到渔柜伫要伫6月开始的鳝肉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统一赛的外国投手布雷克在面对富邦悍将，只防攻出一支安打。布雷克表现甲真好，无击出任何4摆球，完投完封胜，尾啊统一赛以3-0拍赢。中间方向不太妙，游击手接球自己踩垒包再传一垒，这边也漏掉。想要掠双杀掠无成功，电动是胜误。统一赛伫第2局就靠这个胜误先摕到分。这场伫台南球场对富邦悍将的比赛，是要抢顶半季第1名，2队拢派杨投先发。再来个变化球，让打者挥棒落空。统一的先发投手布雷克，这场比赛展现伊的气功，竟然第3局被攻出一支安打。中间方向打得不错。伫新元旭安打上垒了后，一位是攻出上杀打，和这个半局形成变数的3上3下。后来布雷克无果再和悍将上垒包，最后用106球完封9局，是个人第1场无40球完封胜，也是中职史上第4场9局27个人起来，27个人落去。上尾啊，这场比赛统一3-0赢球，是顶半季战绩第1名。ERA 高达12.46，这个球詹子贤拉到了左外野方向，这个球相当深远。中信兄弟的詹祖贤，自被选用日本籍终结者田泽纯一的手内攻出一支阳春炮，和球队破破4-4的平手，伫第9局逆转反超。这是前大联盟投手田泽纯一来台湾了，被攻出第1支红骨人，这半局一落2分。上尾啊，中信兄弟6-4赢味全龙。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建管处有5个公务员，即马互检调发现讲，那亲像是收乌西，伊发执照了后，阁对建商的违建当作无看。北检昨昏是约谈公务员相关人员，也有厂商，尾也是以5万至50万交保。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为什么这拖6年代志才逼空才逼出来？也毋过伊嘛强调，台北市政府会配合调查。公务员的拿了钱，羞耻啊！将手抓着头壳累累，闪开镜头，伊是担任北市建管处施工科姓王工程员。
被带动北检精神的，也有同款是担任施工科的细家帮工程师，因为涉嫌收钱，北市府表出收回备案检调发动所查甲约谈，包括建商泡照业者、监管处科员等人，先后下令5万至50万交付。检方调查发现，已经过身的姓吴业者承包位伫北投的阳明书院明德会馆土地工程，为了处理这条，避免付每日10万的违约金，伫104年11月底涉嫌透过姓吴泡照业者，也就是被手套，乌西几啊名监管处公务员，互警案涉嫌伫无审查的情况，只用1天的时间，就签准合法使用执照，佮放行违建复杂。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德质疑，为什么代志发生到呾，检调监听侦办需要用2年时间？我觉得办案的速度还是快一点吧，那怎么会拖了6年才爆出来，怎么一回事？我们不会这样的，我态度这样，有查，我一定配合办理。虽然有疑虑，也毋过郭文德也强调会配合调查。另外，北市监管处也回应，员工若有涉及不法，也将依法严处，绝对袂含糊。这摆检方将专按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电动脚踏车并无挂车牌，所以若是有人违规，嘛无法度抓着人。地方县交通委员会已经提案要修法，要要求交通部赶紧针对电动脚踏车立管挂车牌，嘛爱强制投保。骑电动脚踏车四界载货，批发市场内底袂少店头用这车来送货。电动脚踏车介绍比机车较俗，速度阁比脚踏车较紧。若是骑底停的是真方便。即阵立委提案修法，希望立管挂牌，强制投保责任险，方便来管理。是 OK 啊，这样出事的话，或者车子不见的话，也可以找得到。因为我的曾经不见过，还要缴那个第三责任险，我觉得很麻烦啊，那就干脆骑摩托车了啊。电动脚踏车免考照，不过也引生违规停车，也有改装的问题。立委讲法规明定速度袂使超过25公里，不过有民众将车改装，速度挖700公里，也不过因为无挂牌也无到处地。去年就有一件超速处地案件，立委认为除了挂牌才使骑，也限制骑车的年岁。而电动脚踏车、电动辅助脚踏车嘛，应该在修法时来证明，以免分不清楚。要登记为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话，一定要长成像现在脚踏车的这个样子，对，才可能。那如果像你看，像左边的电动，现在左边的这个样子的车子，对，而后要把它登记为电动辅助自行车，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对着修法要立管挂牌，袂少电动脚踏车业者表示赞成，因为对着卖合格电动脚踏车业者也是一个保障，避免市面上有无检验合格商品俗价抢市。不过业者坦白讲，袂少外籍移工会共用电动脚踏车，未来就算挂牌也无好管理，这部分也需要研究配套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道路故事故的调查进度。运安会即马是正式讲进前因公布影片，影片内底火车去弄着工程车，确实嘛有翕到有一个人徛伫铁轨路边，这些全部拢已经交予检方去侦办。那即马要调查讲到底是谁使怪手去调工程车，这部分检方嘛当地厘清。代替从德河林东正线抢通的工程，即要好啊！工程人员已经完成铁轨路铺设和自复旧这工程，再来16进前要完成铁轨路补强的作业。工区的健康甲通车进前的检查，以及安排现场监判这工作，做好通车进前相关的准备。主要什么内容要问讯呢？检方侦办的动作也一直继续，搁在团环看摄建设第4个联合大地监造主任李进福、安全卫生人员张济负责来调查这个案情。另外，工程车出来鞭炮，传出是工地负责人李义雄只是义工花文好去操作怪手，不过吊大灯去造成工程车落来。不过有媒体报道讲，阿浩讲是白大无白好落来，而李义雄是讲白大灯去，两个人讲法是无共款。而阿浩的阿姊也出面发冤枉，因小弟甲讲伊无开车也无开怪手。那天我有问他，他说。没有开什么，他没有开卡车，没有开怪手。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叫他不要骗人啊。
运安会正式进行公布列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有裁切，确实有翕到铁轨路边有人影，到底是不是阿好的手伫提醒列车，已经交由检调来确认。2号检方查考案发时使用的布的吊带，要实穿卡里的捆绑的带，意思是袂堪的真重而长去。而专卖钢索的店头也讲，若是要救车，应该爱用钢索才对。吊车袂去骑落去咧，要去磨着着，要磨落来啊！我当手上拢爱用钢索。业者讲，无共寸树的布的吊带有无共的承载动作，一般使用在保护车体钣金，较袂去扣挂掉。若是要救重的物件，用钢索是较保险。而即阵检方已经甲案发的吊带查扣，并且送公证的单位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古事故发生了后，即马继续咧追究责任。另外，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嘛爱重视。有心理专家就表示讲，参与救难的人员可能会得到创伤症候群，可能会拖误当遮尔久。因个政府目前的资源无够，因呼吁政府爱甲社会资源、心理咨商这力量扣下来，做一个共同的组织，针对心理创伤做辅导。代替泰鲁格事故的救难人员从第一线救人，现场罹难者残破肢体画面会一直掉伫咧因的头壳内。国民党指告国家政策基金会20时邀请专家开记者会，讲政府若是敢若针对受难者的家属亲友做个案追踪，也阁无够，也该扩大到重视全民的心理创伤。例如说，像国防部性别的文化掺进去之后，大家会担心啊，我今天如果去使用了这个0402专案，我会不会被我的长官认为我的抗压力不足？那就像那时候在讲普悠玛的那个救难人员自杀这件事，其实就是一样。卢慧群讲，这种心理的创伤影响可能会拖误当，尤其是救难人员大部分拢是男性，受到传统观念认为男性爱较坚强，所以因的压力会更加大。虽然卫福部有男性服务专线，不过卡的人无多，而且敢若一通电话帮助有限。伊认为政府就要好好运用这边民众管的善款，甲民间共同做心理创伤的辅导团体来斗相共。应该要在各个不同地方要有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室，它可以成立。那这样子的话，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可以随时可以求助，这样应该会是个比较好的方法。专家讲，全台湾目前有执照的咨商心理师大概4000位，人力无够。像国立大学学生普通时若心理咨商的需求，就要等2个月。即便事故也有师生受影响，资源绝对无够。希望政府结合社区，建立心理辅导团体，补充人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住伫南投仁爱乡遮的大部分拢是原住民，也毋过因的村名，也有一寡地号名，大部分拢甲原住民的文化完全无关系，完全无牵连。所以即马合作村就拍算积极要争取改名，希望用因传统的族语来号名。另外，也有学校的名、路名嘛拢想要改，希望要互因的子孙会当认捌家己的文化。2014年，南投新增加一个斗达村，是仁爱乡头一个用西迪族群的名称来号的村名，其他拢是像精英、中正、河族等等，甲原住民的文化无牵连的村名。其中合作村自2年前开始，就真积极咧争取改名，希望会当像斗达村同款，将村名改做遮主要的族群的名称德鲁古。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地名，也都是我们最具有这个文化价值的一个东西，能够继续把它保留下来，那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传统地名是什么，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是什么。除了要甲规个村改转来合作德鲁古以外，族人嘛希望甲村里的部落、街仔路、学校等等的名称，做伙甲恢复做传统在地的称呼，就是希望珍贵的西迪文化会当地传。包括部落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巷道，只要是它是在我们沙斗部落的，我们就把它更改为沙斗部落。那如果是在我们德鲁宛部落的话，这个平生路我们也把它改成这个德鲁宛部落，也包括我们重要的一些桥梁，包括我们的学校。从以前听到的就是德鲁古嘛，恢复我们自己原本的旧名嘛，说要正名，所以当然很开心啦。这项大规模改名的计划，受到真侪部落的族人支持。
等待部落会议决定正式的限制了后，就会将这项计划送到仁爱乡公所，希望会当伫今年就完成改名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伫南投中寮这个所在，真侪囡仔拢是阿公阿嬷咧带，在地永乐国小就常常举办共学的活动，有邀请社区的时代去学校内底，甲学生囡仔做伙画脸仔，甲抹的脸仔彩色了后，用来装塔学校。用七彩五色嘅颜料伫咧太阳顶面画图，伫模啊请遐讲，大人囡仔同齐发挥创意来画图。可以和阿公阿嬷他们互动很开心，希望以后这个轮胎可以变成艺术品。啊，真好耍啊！来遮好佚佗啊！中寮乡有足侪家庭嘅囡仔，拢只有阿公阿嬷伫咧养饲。为着互祖孙有搁较侪互动，热心的业者免费提供旧的轮胎，永乐国小举办画太阳的活动，互长辈甲囡仔伫咧活动当中，会当感受到无共款的趣味，同时嘛会当享受天伦之乐。老人家就是其实也跟小朋友差不多啦，对，然后每次也有自己的想法，要画什么画什么的。发现轮胎彩绘完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校园的布置。然后甚至于作为一个将来我们计划能够成为一个社区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也欢迎各界的游客可以到我们社区跟学校来参观，我们整个是一体的。然后另外也可以作为小朋友的体能训练。校长表示，因为少子化，学校人数无介济，毋望透过活动会当增加家庭关系，学校结合社区的特色，希望互更较侪人来行打。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日本东京昨昏举办日本授权典，文泽伊昨下晡嘛用线顶连线方式做伙举办台湾馆的开幕仪式。设计想法是为鸟眼成群的可爱乌鸟派到地球的宇宙特派员来，宇宙探险队的图嘛甲台湾翠暗国家队合作推出着 MIT 的翠暗，计划伫日本通路来卖。这个卡通人物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其实看起来非常日系，它非常适合走国际，但是它其实是台湾的创造团队所创作出来的。因为日本是全球第2大授权市场，日本授权典佫较是日本规模上界大的国际授权展览。去年文策院参加日本授权典，创造新台票4亿的产值。今年是以台湾馆为主题，带14间台湾角色品牌参加。透过这次的日本授权展，能够为台湾的 IP 能够一样，就是越在地越国际，然后走出台湾，然后让全世界看见。这一次14个角色IP 能够在这个众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特别透过角协所组成的日本角协所组成的国际评审团，来挑出最适合日本口味的。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作品。台湾原创多项 IP 伫国际市场真有竞争力。日本各协也特别伫记者会透过台日连线，学到着台湾品牌的风貌已经更加优质。日本市场也反映出，确实有愈来愈侪下台作。文策院甲日本角色品牌授权协会联名合作，互台湾多项 IP 会当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小机会有针对自助餐店的卫生环境做调查，发现讲卫生观念退步真侪。一寡咧收钱的人，佫爱去夹菜去包便当，手是握钱佫握菜，安尼并无卫生。所以，因是建议政府爱伫自助餐店推动电子支付。现代人定定食外口多样佫方便的自助餐是真侪人的选择。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年2月到3月有对北中南部的自助餐厅做卫生习惯的调查。而且，较去年3月的调查结果来比拼，14公布结果，退步上侪项目是收银员接触食物。去年是有80%的比例哈，那么今年是65%。这次调查当中，退步最多的项目就是这一项，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食物，都可能让消费者在间接当中会接触到病毒。专家表示，金票顶悬验袂到的病毒细菌是800种。消基会反驳讲，收银员若兼做其他工课，会去绑到食物。
安尼唔让消费者可能破病，嘛可能无符合现主时的防疫规范。我觉得在做电子支付这一块，事实上政府应该积极的去推，因为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再来，其实自助餐的分级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自助餐厅的分级制，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鼓励业者往上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给他一个分级，也许他达是 A 级，少了几项它是 B 级，然后如果待改善的话，它可能要 C 级。消基会表示，目前政府对这个议题也是无法则，提醒业者应该爱自律，至少爱有挂手套甲接洗手的习惯。消费者嘛要注意，会使炸家己的碗碟啊，减少食外口的时间，避免人济时阵食餐厅，拢会使降低胃着病菌的风险。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嘉义县高龄化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成，5万人内底就有一个是老人，已经进入超高高龄化社会。为着要找出中高龄的劳动价值，嘉义中正大学有召开论坛，思考咱台湾未来的劳动力要安怎调整。那相对的找人是非常困难那这个大概是今年可以看到的状况是，那个缺工缺得非常严重。人力银行的统计数字记录国内45岁以上的中高龄者，甲65岁以上的高龄者找头路的状况。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甲嘉义县政府中正大学23号即天共同举办高龄劳动力论坛，希望会当替高龄者增加劳动参与的机会。可能还是以传产这边的一个增加的人力是比较多的。好，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在努力协助我们的中高龄者，他如果要进入这样的产业的时候，他必须要调整他自己怎样的心态。中高龄还没有什么跟一般的年轻人比较起来，差距没有很大，加上中高龄的稳定性比较高。嘉义县是农业县，而且老人的比例阁是全国上悬。为要协助做事的时代，有机会阁找到头路，而且阁会当学到新的技术甲知识。嘉义县政府甲中正大学嘛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会当参观和合作，协助嘉义县想要找头路的高龄者。要关注的或许会落在比较年纪更大了所以说我们在定义的这个所谓的65岁。那所谓65岁的这个高龄就业的话，事实上这个就要看工作上的安排了常常因为年纪的关系，受到无同款的歧视所以讲未来劳工青年发展处会针对这来为这咱的高龄者来做服务。嘉义县中高龄的人口数大约有将近26万人左右。劳动力发展署温家分署表示，配合农业是嘉义县的主要产业，目前主要拢是找富行业经验的相关工作，希望会当改善嘉义县中高龄甲高龄者的就业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世界正新息，镜头来国外。伫美国有一间专门咧生产机器人的公司，最近呢，因是新研发出一款机器人，会使倒搬货，6点钟上济会当搬800件，吨货轮货骹手有够美丽，已经成做物流业上好的骹手。这种大型机器手伫仓库内面快速地刷叮当，将吨正悬的货物一件一件搬到输送带顶头。美国专门伫咧生产机器人的波士顿动力公司。最近公布上新研发的长途机器人 Stretch， 会当家己移动变小，连接输送带，快速搬运分配商品。The robot includes a number of sensors that are installed in the base of the robot that's looking around at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robot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it can avoid obstacles or collisions with objects that are in the middle of its path. 波士顿动力公司讲，传统的自动化仓储设备。是爱改造规个仓库的环境，方便配置机器人，价值真贵。仓库也该停工几个礼拜来施工。所以，伫美国虽然有超过15万的物流仓库，不过其中只敢若2成的仓库有装自动化机器。Traditional automation in a warehouse is fixed to the ground and often can't handle a variety of tasks. Stretch is designed to go into some of the most difficult environments in a warehouse and handle dull, dirty, dangerous physical work. 这种新的仓储机器人用真侪先进的技术，业者伫咧使用时阵，无需要先训练机器记仓库的空间，就让互机器人正紧将货物刷到另外一个点。上紧是1点钟会当搬800的23公斤重的箱仔。We designed a custom gripper to handle the variety of goods inside a warehouse. So what you'll see is Stretch grabbing cardboard boxes,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Sometimes these cardboard boxes have a loose top, or they're covered in tape, or sometimes they're shrink wrapped, and all of these present different manipulation challenges. 另外 ，Stretch 遥装视觉系统会当算出伫咧有限的空间内面，多一条路线会当互机器较方便行、细弯、速度够紧，正适合伫咧小型仓库甲物流中心，怎么也伫咧做卡车路费试验。 希望伫2022年之前改善缺点，大量生产。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真侪人逐工拢咧话讲要减肥，要减肥，也毋过空嘴保持，拢无行动就袂成功。原因就伫出伫欠缺动机。美国即摆有一间公司想出跋筊步，你会使压一笔钱落去跋。若准讲减肥成功，就算跋赢，听起来确实袂歹。也毋过有专家是讲，紧瘦就紧大箍，佮肥转来机会真悬。 伫2年前，布伦菲尔先做执行，这是布伦菲尔姊妹的模样，已经24个月，互体重规个降来，袂输敢若变做另外一个人。而且伊减肥的方法真特别，竟然是用跋筊来减重。In a chance, it's a gamble, but you're in total control of it. S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you sign up, you can decide how much weight you want to lose. You can decide how much you want to wager each month. 已经做老母的布伦菲尔讲，跋筊减肥加传统的跋筊无共，无倍率的问题，家己会当掌控结果。伊自2018年开始参加健康有享这间美国公司的跋筊减肥计划，每个月开$59,200，换算代表是$1,400到$30,000的缴金。 果然，敢若是行动饮食的方法来减肥，最后赢到奖金。不过，敢真正这么有效？ We're not trying to be your sole weight loss solution. We're a complement to other things. So we don't provide you with a comprehensive diet plan, or we don't send food to your house. We're the motivation piece on top of what you're doing. 健康有享公司强调，因只是提供一种起引的方式。 若想要杀来，也是爱参加者家己有运动甲饮食的规划。2020年参加这项计划的人，成功的几率是比前一年增加25%到30%，也互因公司伫咧过去12个月支付大概$1,700万的减肥成功的奖金。会当减肥，阁有钱通摕，看起来真吸引人。不过健身教练讲，健康是长期投资，袂当干那靠短期的刺激。Whatever, 6 months, however you bet. Then, like after it's over, a lot of people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and don't keep up that healthy habit. 心理学家讲，奖金会当互想要减肥的人有一个好的开始。不过，若是要解决饮食失调所造成的体重问题，也是要从心理这方面来解决。若是干那要靠这种跋筊减肥的计划来减肥，可能是无效。公司新闻徐焕明编辑。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明仔载2天透东北季风，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雨，早暗嘛较凉，日时温度会小可回升。若到拜六水气就较减，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另外，针对轻度风台苏力基威力继续咧增强，也毋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嘛无法度解读可看。接落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 外岛的温度是13度至2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将请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